恁中间的争战相拍是为倒位来的呢？毋是对恁霸体中战斗之需要来的吗？恁贪婪也是得袂到，恁杀害尺度，搁相拍争战也袂当得到。恁得袂到，是因为恁无求；恁求也得袂到，是因为恁妄求，要浪费伫恁的宴乐中。恁遮淫乱的人啊，敢毋知影，甲世俗为友的，就是甲上帝为敌吗？所以，凡想要甲世俗为友的，就是甲上帝为敌了。恁想，经常所讲的话是多然的吗？上帝所赐带伫咱内面的灵，是恋爱得甲尺度吗？但伊赐搁较侪恩典，所以经常讲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予谦卑的人。所以恁爱顺服上帝，一定爱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恁逃走了。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恁。有侪人啊，爱洁净恁的手；心怀两意的人啊，爱清洁恁的心。恁爱手苦悲哀哭啼，将喜笑变做悲哀，欢乐变做愁闷。一定爱伫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恁升悬。兄弟啊，恁不可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兄弟，论断兄弟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恁若论断律法，就毋是尊敬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甲判断人的，只有一位，就是迄会救人也会灭人的。你是谁竟然论断别人呢？哎，恁有话讲，今日明仔载，阮往某城来去，伫遐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仔载如何，恁抑阁毋知影。恁的性命是啥物呢？恁原是一片云雾出现，小时就不见了。恁就当讲，主若愿意，咱就可以活咧，也可以做这个事，做迄个事。现今恁竟以张狂夸口，凡安尼夸口的，拢是恶的。人若知影行善，却无去行，这就是伊的罪了。